但係一到13歲，知道個家庭破落啦，老豆都要走佬啦，哇！咦，唔係少嘢喎，老母就喊晒話：喂，我冇錢支持你讀書喎，除非你攞到個獎學金啊！當年佢正喺香港皇仁書院就讀，佢醒覺只有讀書先可以扭轉自己嘅命運。佢憑住努力，成功升讀香港大學，修讀理科。我老母啊，就有晚叫我入去，佢話：阿九，我第9嘅，佢話好對唔住啊，如果今年你考唔到獎學金嘅咧，我冇本事咧再供你讀書啊！哇！我當時得個13歲，唔通出嚟掃地唔掂㗎？咁啊，當場一個好大嘅演變，咁啊變咗咧，由一個好乖嘅學生，調轉頭咧變咗一個極之乖嘅學生。卒之咧，我當年啊喺皇仁書院最差嗰班㗎啦。咁啊，竟然咧考第1，可以話同皇仁書院啊破咗個歷史。一個3D 班嘅學生可以考到咁高。我喺香港大學讀到第3年，日本炸香港，弊啦！呢次書又冇得讀，工又冇得打，自己又窮到窿，咁啊數來數去都得10蚊，點算呢？冇啊，走過澳門啊！1命2運3風水，5積陰德就4積陰德就5讀書，係5讀書就真嘅啫。咁固然我認為咧，第一你想成功咧，要讀多啲書；第二要好勤力。我一生人啊，我咧試過好有錢。我喺12歲以下嘅年紀咧，可以講話10富之一。我老豆當時啊好有錢，即係同埋何東爵士啊、我阿爺啊、何福啊，佢啲兄弟啊，幾乎成個香港咧差唔多控制晒。咁啊到13歲咧，就我老豆咧就同埋啲兄弟一齊咧炒股票、炒窿。咁啊炒窿咗咧，變咧由極大嘅富翁變咗冇晒錢，咁啊唯有咧避開香港去咗西貢。當時窮起上嚟嗰陣時咧，啲人啊另眼相看，見到我都暈路行，即係驚我同佢借錢。咁故此咧，我嘗過呢種咁嘅味道咧，我就識得咧要發奮。好似挑戰咧係啱晒。我咧嚟澳門咧係一個難民，當時係難民嚟咋。我自己嘅細估唔到今日，原來同澳門咁有緣分，即係喺澳門建設咁多。自成之道。即係如果我一路有錢落去嘅咧，我睇未必咧，我今日會能夠喺澳門咁成功。因為的確自己窮困啊，斗零都冇，得個10蚊。啊！咁老母亦咁凄涼，一路要我要發奮，咁我亦的確啊，俾啲有錢嘅親戚藐視到，撞到我喺街都暈路行。故此我咧就覺得好發奮。故此我而家咧亦趁呢個機會再一次叫啲年輕嘅人士要咧真係發奮。我唔信你哋冇機會嘅。上帝係好公平嘅，只要你勤力發奮，總有個機會輪到你。咁輪到個機會到嘅時候咧，你要識得把握。佢遇到困難之後，好識得把握機會，去到澳門成為佢人生嘅轉捩點。咁啊去咗澳門咧，澳門咧對我咧真係算認真好啊！即係袋住10蚊喺袋，咁啊一路喺澳門工作。至到今日有多少成就？佢到咗澳門，先喺貿易公司工作，因為表現出色，好快成為老闆嘅得力助手，更加獲分得100萬嘅花紅。1961年嗰陣咧，競投呢個賭博專利咧，當時啊啲報道咧
就好緊張，因為咧啲舊人咧始終唔肯放手，即係邊有咁簡單啊？我哋喺葡萄牙有咁大勢力，喺澳門有咁大勢力，咁簡單咁就放手俾你韓新，唉冇得傾。當時咧係威脅到好緊要，喂，你因住喎，你如果一定堅持要開嘅咧，你買定棺材就得啦，咁緊要啊！威脅到好緊要，咁我當時咧，我話放心啦，我話第二個講我聽，我會考慮。你講嘅唔好客氣啊，我話嚇我唔到噶啦。我話我呢次咧，全港澳啲報道都賣晒出嚟啦，咁我哋亦都要顧面嘅，冇法子唔開啊，一定要開。咁啊都咧真係啊，開咗啊，3年後啊。啲人即係起手敢嚟，我啲雞尾酒。我一生人咧，唔係咁容易話 no 嘅。你話唔得，我又要係生意佬啊嘛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唔係咁容易肯個 no 字嘅。你話 no 咩？我一路要變到通，變咗 yes。當時啊，就對方咧好強嘅，啲係。正所謂地頭蛇、地頭龍，點會咁容易俾你韓新咁樣就去贏咗呢個賭權咧？就擺好多難題啊，甚至無咧恐嚇添。恐嚇啊！佢話第一會攞你條命，1個禮拜內殺死你，好犀利喎！佢話第二。你咧可以叫你啲賭客啊搭艇嚟澳門，我哋啲大船喺晒我嘅手住，全部停航。咁你咧，你光顧你嗰啲賭客咧，請你搭艇嚟，好犀利啊！第三，你都夠膽開嘅，我可以講俾你聽，全澳門冇人會租地方俾你，冇個夠膽，咁啊真係好難開喎。咁咧，如是者咧講咗7、8條，即係對我最不利嘅。我係一個生意人，我咧真係啊，唔係好相信失敗嘅。即係我而家係幾廿歲啦，亦都撈咗幾十年啦。咁我覺得咧喺生意嗰方面啊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冇乜理由啊咁容易失敗嘅。故此我一路咧都呼籲啊後生我一輩嘅人士，我話唔好接受個 answer no 咁易。我一生人咧唔聽個 no 字嘅，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。咁我話呢點咧係好重要嘅。最好咧都係用良性嘅競爭。我認為澳門政府呢種開放咧係一個明智之舉，我亦有信心啊！即係嗱，即係我每年都係俾50幾60億啊，咁啊有埋呢兩家咧，應該呢個數字一定會增加。係，即係咁樣，我一路都睇咧，和平競爭咧係進步嘅。咁我尋晚都同佢個總裁坐隔離，傾得好清楚啊。佢話我哋好贊成，跟你何博士領導下，你幾十年經驗，大家喺澳門合作咁撈飯大家食。佢話個市啊6間都夠晒啊，大家都揾到食，使乜鬥爭啫？使乜惡鬥啫？佢話根本上5間都同意嘅，似乎係差一間未講掂啊！邊間嚟？你哋知啦。我咧好喜歡競爭，因為我認為咧有競爭係有進步，只要係最緊要咧係良性競爭，唔好惡性。咁樣咧，第一政府係抽多啲稅，澳門就多啲建設。咁我哋個若嗰個餅一路大嘅，我又賺多啲啦。有咁多困難，而家卒之咧都可以達到我多少成就，又可以一即係兌現我嘅承諾。
何鴻燊曾經承諾過，當自己有能力嘅時候，要為社會盡一分力，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。佢係出名嘅公益慈善家。由01年起，佢開始賀禮捐公益，將自己生日所收到嘅賀禮捐俾有需要嘅人。除咗公益慈善之外，佢亦都參與城市嘅建設。喺澳門，佢積極參加多項嘅基建。我哋喺基建嗰方面咧，港澳碼頭又係我哋起嘅。呢個機場娛樂公司啊，差唔多佔40%。其他嘅大基建，例如文化中心，起咗10億元，我哋娛樂公司佔一半。你要記得喎，我哋啊本土澳門根本上啊出諸社會，用諸社會，我都講過好多次啦。我哋賺到啲錢翻嚟，冚唪唥投資翻晒喺澳門，你哋都拎扯嘅，好似我條氣唔係好順，使乜要咁優惠啲美國人？我唔公平。係咪咁樣咧？咁啊，真係我啊，即係對個澳門嘅發展咧，我係真係做咗好多功夫。成個南灣湖咧，都係我哋公司建設嘅。咁啊，故此咧，我哋話齋真係大部分嘅嘢都係我哋做嘅。我當時就講，我希望你哋咧，唔好以為我哋呢個行業係博彩賭博。呢個咁講法咧係一個偏見，我好夠膽。1962年我講嘅，我話我哋事實上啊，我哋嘅目的咧係希望啊揾一個新嘅繁榮安定俾澳門，同啲市民咧爭取咧多啲福利，多啲生活水準嘅提升。第三，你要肯犧牲，唔可以話朝九晚五嘅。如果要需要嘅時間咧，你就朝九晚九都要噶啦，冇辦法噶。好似我對成功嘅睇法咧，就唔同普通人嗰啲，唉，好運啦，何鴻燊唔係運嘅，你信我啦，邊有咁多運啊？我嗰份工咧，8點做到6點。叫聯昌公司，當時咧全澳門最大嘅呢間係咩公司咧？全澳門最有錢、最有勢力嘅人士做1/3，澳門政府佔1/3，日本陸軍佔1/3。咁呢間公司係咩作用咧？就負責啊，全澳門一日呢個戰爭未完嘅，供給晒所有最平嘅糧食。你聽下，第一開個新港口，第二買最快嘅船，點零鐘可以港澳達到啊。第三將個新港口咧變為一個新城市。咁嗱，我而家冚唪唥全部完成晒，你新過去講睇到啦。兼夾咧，我哋話個條件好到咧，所有賺到啲錢賭場嘅90%拎出嚟做慈善，我哋只我係10%啫。咁你對方啊真係冇得定。我一開咗呢啲嘅條件咧，澳門政府咧即刻攬住我，李仲標呢個 ShipWin 咧創意好高，好似佢喺拉斯維加斯咧，佢吸引旅遊博彩業嘅方法咧，就係開好多啊好吸引嘅即係 floor show。咁啊係人哋去到拉斯維加斯咧，你都要睇睇嘅。咁啊，但係啊呢個金沙呢個老闆咧，就對於會展嘅旅遊咧係專家。佢知呢兩個咧，我都唔睇輕嘅，我都啊，你即管點樣，我都係夠膽同你夾下手瓜。我啲客仔幫襯咗我40幾年，你今日嚟到唔係咁容易搶到我啲客仔，因為始終你要記得，中國人嘅性格咧，同外國人咧有多少分別嘅，連賭錢都有。中國人咧就要咧揸住副牌，
好出力甩，仲要嗌。咁佢外國人咧，副牌都幾乎唔俾你鬥。佢哋咧乜嘢都講機械化，即係驚咧，俾啲人客咧摸咗啲牌咧，又會油色啊，又會做啲老千嘅嘢。我哋一啲都唔擔心。澳門嘅博彩業咧，照我啊嘅預測咧，我睇打後嗰10至15年咧，一啲問題都冇問題。國內啊出咁多方法嚟支持你港澳，自由行、CEPA、9+2，全部啊都係啊令到你咧，佢有咁多個省，而家就開幾個省啫，將來30幾個，好似係有排旺。個埠啊都會有運行啊！我認為而家澳門咧開始行大運，咁啊行大運啦，多10零20年唔算係咩嘢。我真係咁睇法，好有信心。未來嘅發展咧無限好，真係我大膽講呢句無限好。